一帶一路倡議咧，話咁快咧，已經行過咗12個年頭，而家亦都係由起步嘅階段，邁向追求高質量啦，同埋全方位專業對接呢個新里程。作為全國政協委員，亦都係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，我深深感受到啊，香港會計界喺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呢個進程裏面咧，我哋係扮演住不可或缺嘅戰略角色。我成日同業界講，會計師唔單止係經濟嘅守門人，更加係連接國際同內地嘅超級聯繫人。喺一帶一路呢個國家級藍圖入面咧，香港擁有結合專業制度同埋國際網絡呢個獨特優勢。我哋唔單止要幫企業走出去，更加要發揮超級增值人嘅功能，將專業價值轉化為實實在在嘅成果。會計專業一直都同企業並肩前行，確保投資穩健而且可以持續。為咗更主動對接國家戰略，亦都進一步發揮香港所長咧，會計師公會特別推出助力中國企業出海會計師事務所名單。呢一份出海名單而家已經涵蓋接近100家香港會計師事務所。佢唔單止方便企業對接專業服務，更加透過真實案例分享同持續更新，展示香港會計界點樣透過加強風險控管同提升合規水平，為我哋嘅中國企業揚帆出海，保駕護航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持續引導業界關注可持續發展，貢獻綠色絲綢之路建設，協助一帶一路沿線企業將綠色項目同國際資本成功接軌。更重要嘅係，公會一直致力培育人才，透過維持 QP 課程嘅國際級水平，確保專業力量可以源源不絕，支撐國家發展，展望未來。公會將會繼續發揮專業影響力，唔單止講好香港故事，更要透過我哋嘅專業實踐，向世界展示中國同全球市場接軌、共創價值嘅成功故事。